华视在地新闻，相信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9，旧历的11月初9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台北的内湖发生一件伤尸命案。26岁后生返去靠厝，发现妈妈甲姐姐房间门锁咧，就弄破门，结果2个人已经死伫门床顶。警方初步研判，并无外力来介入。这个妈妈有留一封的遗书，爱后生好好来理财。讲这个妈妈顶礼拜有来报案，讲伊拄到投资诈骗，互骗走着1200万。这恐惊就是两母仔囝惊就绝路的原因。消防人员甲警方接到通报来到现场，下来不少民众嘛拢外过来关心，表情看起来真着惊。因为这传出着母囝拢过身的命案，消防人员真无简单将人救出来，也毋过已经明显过身，初步判断无外力的介入。报案的是厝内的细汉后生，敢若是这个老母伫在世时当着投资诈骗了千几万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的一间宾体，昨日9点，28岁后生出门时，也个看到阿母甲阿姊。也毋过下晡返去厝，却发现房间门锁条条，冲入去看，发现2个人已经死伫面床顶，惊一个紧报警。警方到现场时，负责人已经明显过身，边仔留一张遗书，写讲希望后生会当好好活落，都爱做好理财规划。警方怀疑讲，伊在世时财务出状况。看着伊拢笑眯眯啊，因为伊甲我足熟啊。最近咱想拢有看伊站查囝找，我是毋知影啥物代志啊。我想讲奇怪，还拢免上班。公婆的，兄弟姊妹住厝内。一口罩3个人住共一间套房，传出最近3个人去冤家。负责人平常时食头路拢真认真，顶个月雄雄甲头家请假，讲厝内有代志，心情歹，也毋过无讲伤济。内湖分局伫12月初4受理一件假投资诈骗案，敢若就是这个负责人去报案，伊加入投资群组，了准会当伫真紧的时间内变好价，想袂到落入去诈骗陷阱，家产拢赔了了。如今一口罩3个人，敢若剩细汉后生，详细事故原因，检方阁爱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